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天眼查法律信息显示2月17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长沙恒大同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3.7亿余元，执行法院为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又多了一条被执行信息。不光是恒大这个融创那也是在水中水深火热之中。也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2月17号，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8亿余元，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青岛银河投资有限公司、东方影都融创投资有限公司等。执行法院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这融创现在虽然这个2次这个债务重整都成功了，但是不代表它就安全了一方面是咱们房企水深火热之中爆雷的现在等着判决，没有爆雷的等着爆雷，无论是万达还是万科。说到万达这个王老板因为几千万这个追债已经追到王老板自己身上，跟这个万达有这个叫业务往来或者叫救命之恩吧。有一家机构叫泰盟投资，这个咱们也介绍过很多回。这个泰盟投资宣布完成40亿美金募集，这次又募集了40亿美金那就说明子弹充足他这40亿美金干什么呢？他说将专注投资于数据中心、物流、办公室、不良资产、酒店、特殊机会项目投资。此次募集为亚太地区最大美元房地产基金，资金来源北美、欧洲、亚太和中东的养老基金和主权基金。也就是这个泰盟还很厉害他能把这个北美、欧洲、亚太、中东的这些国家的这些什么养老基金作为他的投资人，拿着这些钱来全世界投这个房地产，主要是商业地产。泰盟不动产业务在亚太地区总投资额超过450亿美元，管理超7400处房地产。这次这个泰盟又拿到40亿美金，会不会出手对吧？收购万达的这些项目呢？对吧？万达有这么多万达广场不得而知如果那个收购几个万达广场，王老板日子也好过一点。这个说明什么呢？如果说泰盟它这个40亿美金，它大部分呢用在中国，当然了，因为它在亚太嘛，它不一定是中国如果它大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投资中国的商业地产，那说明它是真的是看多，而且又做多中国资产。如果大部分都投越南、新加坡或者日本只拿出3瓜2枣的在国内比划比划唱高调，那就另当别论关于昨天会我看这个马光远老师他写了一段这个微博他说过去一段时间影响民营企业信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人歪曲党的民营企业政策，散布民营企业退场论的奇谈怪论。一些人利用自己自媒体攻击民营企业，这些人水平不高，但危害极大，民营企业家敢怒不敢言。这些人一方面通过这些奇谈怪论博眼球赚流量，另一方面因为攻击民营企业获得名气赚钱。我强烈呼吁对这些人歪曲民营经济政策的言论给予消耗禁言等处理措施，营造良好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我们关注到这些人中个别人最近闭嘴了，这个说的是谁呢？不知道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那个提出民营经济退场论的依然很活跃。这些害群之马不清除，民营企业家就不踏实。这个马光远老师说的这个民营经济退场论说的是谁呢？我也不太清楚谁曾经说民营企业可以退场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谁我认为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的话，应该出来道个歉。就是说人会犯错误，没毛病就是没有说不犯错误的人，人非圣贤对吧？你说错了话，你曲解了这个政策，你完全可以出来道个歉，不能装作没事人一样。我们再看一个专家的这个北师大的专门研究房地产的叫董攀，网上传言董攀带领人去炒黄金楼市被套惨了，但是这是传言我不太清楚，因为黄金楼市最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在干啥呢，反正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就我做节目的时候是2021年，那时候的黄金楼市都已经跌得一塌糊涂了，我是那个时候才对房地产感兴趣。所以说他这个过去的那段历史这些什么炒房的有专家有
这个房产中介，有很多炒房的大 V 啊，专门带着粉丝啊，带着自己的信众到处买房投资，这个我不太清楚。所以传言这个董潘教授啊，也带着他的信众啊到黄金楼市啊买房，然后被套，至于套的严重不严重啊，套了多少这都不好说啊。但是啊，这个董潘啊，他经常在网上发表关于房地产的建议，而且啊，据说啊，他这个很多建议他都要往上面递的，还有一些还被采纳，所以他这个关于房地产的这一些看法呀，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他今天啊，他在这个网上发了一个文章啊，他这文章主要恐怕先是刊登在香港经济导报上，标题叫以超常规靶向性措施稳定楼市的紧急建议。反正这个董潘很喜欢这个房地产的建议啊，往上递。他这个10条超常规靶向性措施啊，是哪10条呢？他先是介绍了啊，这个前期调控未达目标，房地产市场形势尚未稳住。得先分析啊整个房地产的形势啊。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说从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数据看，去年1到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 10.3%， 显示出继续下滑的倾向。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比下滑 15.8% 和 20.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同比下滑 19%。国房景气指数 92.49， 数据显示市场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继续恶化。行业内从业人员感受到的情况比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更严峻，也就是目前这个楼市啊不容乐观。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他说啊，如果房地产啊市场继续下滑，则会严重威胁经济与社会安全。他说啊，房地产兴则经济兴，房地产衰则经济衰，这是为世界各国发展实践所证明的经济规律。只要房地产市场不能有效恢复健康发展，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而更多的人就没有收入，信贷纠纷与质量就会下降，通缩就会加剧，经济秩序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没有房地产开发与交易秩序的恢复，保不住当前和今后的中国经济与社会秩序啊。这就是说，如果楼市继续下滑的话，那就会这么多麻烦危险，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啊，扭转房地产困局的10条超常规靶向性措施。他说啊，第一个国家要释放明确的救市信号，把旧楼市、保楼市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也就是要更重视，重新确认房地产产业的支柱、主导和先导产业地位。他说前些年啊，国家出台了太多打压楼市的政策，这方面的批示也很多，使得打压演换成地方的政治正确。地方政府和官员在救市过程中总是心存顾虑，左右为难，生怕救市再引发房价上涨、舆论攻击等。毕竟没有文件宣布前期那样的批示和政策已废止，重新肯定房地产业的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可破除地方政府顾虑，引导舆论转向，并恢复市场主体的信心。这个恐怕比较难。你看啊，都没有邀请房企或者开发商的人，对，你看房企、民营房企很多啊，开发商没爆雷的也有啊。如果请一个人往那一坐，是吧，也能说明问题啊。但是你看请的都是清一色的搞科技的，这个态度已经出来了啊。第二个他说啊，尽快解除一线城市限购政策，这个咱就不说了啊。现在广州的限购政策解除了，起什么作用呢？现在就剩上海了，你把它解除了，又起什么作用？除了在北京、上海有房的人占点便宜，对吧？这个对其他地方没什么好处啊。第三个说坚决清理限价政策，这个基本上还有地方在限制价格吗？限价就是地方政府不允许开发商降价卖。第四个啊，说紧缩未来几年的开发建设用地供应，也就是地方政府你不能再把地拿来开发了，开发这个房子越来越多房子越不值钱，所以减少供应。实际上去年开始啊，很多地方政府就已经不再批地了，已经减少土地供应，对吧？说房地产去化周期在36个月的还是多少个月的，那地方政府都不能卖地嘛。我记得咱们节目介绍过。第五个，对开发商财税政策进行调整，这是救房企啊，优化商办物业的交易政策。第七个，对3条红线应明确宣布变成中长期管理目标，比如10年要达标。
标。第8个，可以考虑延长住宅按揭贷款期限，按揭贷款期限一般为10到30年，若允许自愿申请展期，显著缓解借款人还款压力，对住宅最长可以延至40年，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购买者按月还本压力。第9个，调整还款政策，在贷款的前5年内，允许有压力的人只还利息不还本金，或设计成气球贷，允许借款人在初期支付较低的本金与利息。第10个，调整征信管理规定，统一规定自2020年1月疫情开始至今，因疫情企业倒闭影响而下岗收入下降，发生还贷逾期贷，在向银行提交说明后，做出承诺后可以不纳入征信记录。此措施符合合同法第94条、117条关于不可抗力与合同履行之规定。这个董教授这10条超常规靶向性措施我看作用不大呀，没有一条说是提高韭菜收入的，还是降低标准，对吧？就是贷款按揭贷款拉长一点，首付少付一点，你说这些韭菜不会上当。超常规靶向性我觉得董教授应该提议发购房券，这才叫超常规，对吧？你说这个取消一线城市限购政策，这怎么叫超常规呢？优化商办物业交易政策，开发商财税进行调整，这都不叫超常规，对吧？本来是贷款30年，现在让你贷款40年，这怎么叫超常规呢？你贷款年限越长，你交的利息越多你给银行打工，就你给银行的贡献越多，你的负担越重。不能否认就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它是逐步下降的。它虽然还是支柱就是说它占20%、15%，那它还是支柱产业，但是这个支柱作用是越来越小，在下降，这个你不能否认的。因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对吧？短期看金融吗？长期看人口。去年结婚的对数只有600多万对，已经下降了100多万对，那3年以后的人口又要下降，这人口已经只有一年600万、700万，比高峰期已经下降了一大半了。短短的20年很快的，20年一过，你说这些人对吧？人口在下降，老年人都死了，这些10几20岁的人，他还急着买房子吗？房地产怎么可能还像以前那样蓬勃发展？所以说它就是支柱产业，那也是个萎缩的支柱，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行业，新兴行业。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人在头条上发的，说杭州知名小区房价跌破历史新低，从4.6万降到1.3万，什么概念？跌了2/3将近这文章说杭州刚需小区房价跌跌不休，不断有小区惊爆历史低价。而临平区新桥板块地铁口知名小区管辖天都城房价打8折拍卖，最终成交价只有1.3万每平米，比市场价低了7000元每平米。该小区房价高点曾达4.6万元每平米，前几年成交单价普遍在2.5万元上下，如今只能卖1字头成交，基本相当于房价打5折不仅此小区其余房价也在不断创新低纪录，仅90天内就有小区最高最低成交价差价高达8000多元每平米。杭州刚需小区房价纷纷滑落，还会继续降吗？这文章说观察管辖天都城小区近90天最高最低成交记录，同小区最高成交价与最低成交价最多可以多达8000多元每平米，成交差价。另外，天河苑、温莎苑、沁园公寓最高成交价、最低成交价也差4000多元每平米。蓝调苑的房价差距在其中不是非常显眼，该小区近3个月最高单价约1.8万元每平米，最低1.6万元每平米，价格相差2000元每平米。房子情况不同，每个小区都会有不同的价格体系与价格空间。这些刚需小区的房价底线今年不排除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比如近期最低价只有1.1万元每平米的天河苑， 1.2万元每平米的天水苑，而天悦苑小区最低成交价已经只要1万元每平米。也就是杭州的这些刚需房实际上价格还在下降。一想到这人口对吧在急剧下降，你就知道这个房价想涨那多难，房价只有跌这么一条路2024年中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跌至10年来最低，就是2024年咱们就是财产性收入是10年来新低。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房地产行业低迷对中国中产家庭的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人均财产净收入为
3435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 这是自2014年以来最低年增长率。证券时报报道啊，说多地启动楼市促销，助力小阳春。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结合房地产利好政策，推出形式及内容多样的活动，助推楼市小阳春。中指研究院预计啊，短期来看，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居民工作购房置业逐步转入正轨，预计春节后市场网签量将出现一定回升。以深圳市场为例，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深圳全市二手房含自住说录得1261套，环比增长 53%。 随着行业从业人员的陆续复工，近期二手房录得量稳步上升中，基本已恢复到春节前的水平。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小阳春是市场信心修复的重要窗口期，但只有政策和市场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推动楼市小阳春真正到来，实现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还要什么样的小阳春呢？韭菜都割到2026年了，还有谁来买，对吧？还在做梦梦想着小阳春。这个又有专家说当前的房地产政策处于历史上最宽松的水平。这个专家说当前的首付比房贷利率已经是历史最低，认房认贷的标准也处于历史上最宽松的水平。房贷利率是最低在历史上，但是你横向比较日本的房贷利率只有0.几1%的都算高的，人好多0.5%咱们还是3.几所以说房贷利率历史最低可以，但是你横向比较还有下降的空间。该名专家解释说他说房地产市场还有持续发力的空间，去年房地产销售跟高点相比已经几乎腰斩，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已经明显下降。他分析称根据国际经验，住宅投资占 GDP 比例应该在 7% 左右，目前我国占比已经下降到 6% 左右。根据高频数据显示，新房销售数据有企稳迹象。由于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下行，很多城市的租金收益率已经开始高于国债收益率，特别是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豪宅市场已率先企稳。袁建军解释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无风险利率大幅下行的背景下，很多高净值群体已经把豪宅作为资产配置的重要载体，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向止跌企稳的概率大幅提高。他说，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很有意思一线强二线豪宅市场跟这个租金收益率有什么关系呢？是豪宅，对吧？跟咱们这普通住宅不一样，人家买豪宅的都是全款一次性付清，买豪宅的都是自己住。谁买了豪宅出租就个别的就是不能说绝对，大部分买豪宅的都是自己住，一年空在那空8个月，自己住4个月，有钱呢。实际上这个反映的是贫富差距在加大，不是什么租金收益率。哪个有钱人把自己房子租出去豪宅企稳，这个咱们不能否认。你看北京、上海、杭州，对吧？还深圳，这个豪宅3000万、2000万、5000万一套的，都是日光，被人抢走了。你不能不说这豪宅稳住了，一开盘就没了嘛。但问题是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是什么人家投资，买豪宅的人谁投资就是人家是叫把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对吧？他大把的现金，他今年又赚了几个亿，他的钱干什么呢？你让他蹭工行是吗？你让他买股票，你让他到处投资，他都会做，因为叫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也买点股票，也存点到银行，也到处投资一点，他还有大把的钱怎么办呢？买房子，买豪宅，对吧？有很多煤老板挖矿的账上有大量的现金，他们不仅买豪宅自己住，他还跑到上海、北京买写字楼。虽然写字楼租不出去，虽然写字楼这个价格在跌，但总好过他那大把的现金没地方放所以你看那煤老板跑到上海、跑到北京买写字楼，就是这么个逻辑。这个租金收益率通常都是那些捡漏的，就是有人投资房产比如他法拍房，比如有人急于把房子出手，那个房子市价是300万，但是他因为急着要钱，他250万就卖，要不然他卖不掉，他就挂1年、挂半年，卖不掉他就缺钱了，他急着要钱他就降价。那250万，如果有人250万把这房子买下，那么他用250万去算他的这个叫租金收益率的时候，他就核算了，那个房子对吧，一个月能租5000块，你要300万买的租5000，对吧？你这个租金收益率是多少你现在是250万买的租5000，你房子你虽然买的便宜，但租金还是一样，那你的租金收益率就上去了，显得合算。一般谁合算呢？就是那些捡漏的人，把你的价格打成骨折，打
8折买的。实际上啊，随着人口下降，随着经济现在低迷，租房的人也在减少，愿意付这么高租金的人也在减少，所以这个房租也在下降。无论是北京和上海，房租整体趋势是在下滑的，对吧？个别地段房价就是房租在涨，或者它不降，但是大部分都在降，因为租房的人少了，出得起钱的人也少了，对吧？这就这么个趋势。这还是上海啊，你要是郑州，对吧？或者是合肥什么的，那还大把的房子租不出去啊，空在那儿，一空个10来个月，一租3个月，都是这么个形式啊。所以说投资买房出租啊，在大部分城市都行不通，个别城市的核心地段你可以这么干，不愁租啊。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